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的。讲到闽南，大家会想到嘛个呢？除了有板桥、长江的风景，还有自在哦，还有咧爱情好吃的雅莲哦。谈讲雅莲也个产业，全台湾99%的产品都是闽南生产的哦。今日我们真欢喜邀请到在闽南种雅莲，各位厉害伊个阿哥同阿姐来到现场分享雅莲的故事。我们夹夹来欢迎今天两位吧。哎，欢迎总太哥。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小姐大家好。总太哥，等一下就麻烦你跟我们介绍雅莲的故事咯，好吗？没问题。哎呀，欢迎玉文姐。大家好，我是闽南的新球彭玉文。欢迎两位来到现场。总太哥，头拄我有讲到，全台湾99%的雅莲全部是闽南生产的嘛？真考。系啊，不过我有听讲哦，北部的朋友啊，唔是讲雅莲系嘛个东西，今日像底下讲水莲。不过我们南部六地那边系讲雅莲，到底雅莲同水莲，今日两啥到底会系嘛个名？其实雅莲、水莲都同样的东西，只是南北方面不谋相同。一般雅莲是俺闽南开发出来的，所以南部拢讲雅莲因此我讲水莲是1-2年前的，因为讲市场特色，安好的东西推广出去总北部，因为是讲雅莲好，就干遐个东西带台中、台北伊安尼推销俾因伊方面接触度也改高啦。是嘞讲，唔可以费事。问题是安好食的菜，讲雅莲，我冇到安好汤的样子。因就讲雅莲生下伫水方，因讲俺可以水莲好嘛，就讲水莲水啊，讲啊的水莲唔会差，所以讲水莲也好，因此安尼就变得做台中台北以上就讲水莲，俺南部都讲雅莲，其实同样的东西。同样只是讲南北有个无同样的讲法都错啦。不过俺迄感觉吼，俺南部有的很多雅莲个情节的，雅颂雅下万岁时都看到雅莲上下的水风嘛，都冇。错啦，正常是讲雅莲，伊头摆真是有雅神的，雅神伫闽南的江的总政府去上，安尼就以总政府办的来说。总太哥，恁种雅莲19个啊，在闽南。种个22年。22年，伊反正家盆总太哥的时间都摕个中央摕种雅莲的嘛。无，我家盆伊是我老公伊是喺修竹的。调下的时间唔系种雅莲，系修竹的哦。我们男女朋友的时候，他就是养猪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希望跟我以结婚为前提做交往。不过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我嫁了之后要跟他一起喺闽南住在闽南。留美了。你唔可以查留美嘛？对。另外的留美。不过摕个之前修竹的修得好好，怎么佢会想过来闽南那边种雅莲？因为政府有个政策，下来高屏溪啦，因为水质因为高雄是水质嘛，一直都不好。他就说我们是上游，闽南的上游，水质好。政府也冇讲唔帮俺哋修，我前提唔去修，唔去花嗰多钱，最紧要呢设备，污水设备处理的东西，算就放唔来。政府也帮俺哋利农林务嘛一条钱，不能讲咱人。为了台中的有嘛也不讲，也冇讲牺牲小我啦。你讲唔喺经营做得，问题系衡量的在法下你顺交费用个，规定系就属于啦。政府也有补助帮安尼啦，当中系属于国用商办。唔知咩长行喺好长嘅人哋嘅冇嘛喺投入做，用公务去。留一些年咧，两个老人家去碌卡，上班咧，就系爸爸要中风，中风嘅，系一些年啲系冇法度照顾安尼就家庭两原因，嗰用嘅投入迟嘅咧，
规个上下要照顾老人家。哦。所以规到上下中午讲啊，规个无做乜嘅。但就开始来讲弄啦，总是讲个小心嘅。啊，落下有鱼嘅有鱼头，主要有前辈啊。以前的种，种下啲鱼头嚟种。哦，种下啲鱼头。係，可能种喺，可以说唔可以查，本身係謙虛。咁係嚟講，但依然係東西偏又唔自家嚟試啊，係，依然就係就講較好嘅係出嚟種菌啊。種下以後搞下啲藝人出下前出啊，搞下用嚟種，就係你一步一步行到幾年咧，講起嚟。安尼唐風嚟講。为着要照顾老人家，这样过来啊，顺晒都讲，上到过来嘅，看来为着生活，我孤独死嘛，上到幸运咧，都请到雅莲安尼。安尼唐风咧，雅莲会够好种吗？同他讲，只是讲没有够辛苦，够辛苦，用来讲，因为雅莲从种到成长到树上到包装卖出去，全部都要过，改道过。安尼农家你就安尼改道做嘛，农无轻松嘅啦。係哦，用嘅改道講可以同人大約嘅介紹一下，對種下去佢是幾可以用嚟種啊？種下要種啊，就跟師傅差唔多，剃嚟剃嘅整皮片，打皮爽，對片嗰種師傅用嘅一頭一頭種下去。啊，我覺得係整皮咧唔同嘅用嘅，啊都嘅有冇？都接下去種下去都幾多會自家生嘅？自家會生過，伊生嘅會不均勻啊。哦。嗱，你個分泌啊，自家生長空間有，種出雅典人會過食。所以特別雅典吃人的雅典就跟我都愛講啊，你自家你有啊，你生長嘅空間有嘛，雅典會過食。係啊，嗰個。雅典種下去有冇個平蟲海嘛？平蟲海是有的，個冇多安多，因為生長喺水底裡，一般的蟲啊有嘛，喺水上唔會生存會死嘅。啊有冇個會去食起來嘛？國小啦，國小哦，所以它的跟國小伊個整理嘛，所以我講雅典的亞神咯，亞外佢神咯，表示抗邊啲國強。係啊，一般你長水冇法。一年四季都可以數。就差。哦，有問題，條條安尼同泰國有講嘅青島國嘛，啊，數成迄個佢咩樹風咧，安尼雜個都可以買嘅嘛。冇，伊數迄個硬係剪條，因為伊個根是長在泥土裡面的，所以我們要把那個根頭給去掉。然後我們就要開始清洗它的頭部，因為它頭部會沾到泥土，要把它洗，然後後面也都要洗，然後還要挑葉子，所以它的工很多。啊，那覺得湯安尼講，湯好嚟真麻煩咧，唔係人哋睇廁所風買到像安尼講嘅。講嘅雅典是愛脫過嘅。啊，我覺得喺放風咧，安尼洗啊，通通啊，困啊，都做得嚟買嘅呢。做唔得，還整理過，而且它。因為它很細長，它很長，差不多我們有150公分那麼長，很長，那麼長它容易打結，所以我們拔完之後，我們還要甩野蓮，然後還要順過。甩野蓮用來睇水當風安尼。在洗菜場的時候要甩一下，讓它離心力把它給順。哦，改天可以到我們那邊去現場看一下，甩一下這樣，它的後面的那個野蓮才會順，才不會打結，要不然它拔起來很多野蓮容易打結，所以那個都要整理過，然後還要分稱，分成一包一包一小包，分稱完之後還要再包起來捲起來，很多工，我們一天要包好幾千包哎。是哦，無通能介紹，吃得唔係講人，是得雅典安非講咧。我覺得迄種一般嘅嘅野菜有冇安尼炸風咧，洗比槍喎，也未撞風咧都好嘅。那結果行會拖，啊，人哋是得迄幾啊光嘛，錯冇？幾啊光。哦，幾啊光，嗰時候當個也未全部都冇。對，臭。哦，啊，除了安尼。雅典安尼會安非講，都唔得用機器嗎？一定會全部人工嗎？我有請過雅給台灣的工具機，其實是很成熟的行業。我有請過一些的廠商啊，包裝機、蔬菜包裝機的，可是他們覺得野蓮的市場太小，他們覺得投入的研發費是要農民自己負擔，那他們不願意投入研發，所以現在如果說以現在的產值來投入研發，都沒有好處啦，所以還都是用人工的。比如說我有去摸機器，一台機器要100萬哦，而且之後還要維護費哦。可是他只能幫我做到包裝，可是他前面捲的動作，
他做不到，那这样的话对我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就目前还没有，就人工来做。啊，不过安尼全部的人工，规个米农有一多年才种牙连。经有六七十个哦，60-70个。安尼算好了，因为条头我底下讲，全台湾99%的牙连全部在米农嘛。安尼米农有按多人力提供工来做牙个牙连牙个产业吗？我们是都用外配，因为美农有很多的外籍配偶嫁过来美农，对，所以那些外籍配偶还有一些年纪比较大，40-50岁、50-60岁的那个农人家会跟我听书，嘿，老人工给人蒙村啊，对，因为牙个城堡唔会几苦啊，嘿，所以还做得啊，牙个洗牙连是几苦，洗牙连几苦，牙个就需要外籍配偶来听书，啊，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美农是蛮多外配可以来嫁过来，几多年。哦，我觉得因为以前无底下讲安辛苦嘛，看到牙连种啊在水底边，觉得好，今下伊交水，过就可以了，种牙个牙连疏顺，过有好啊，因为按到无后上个下来做，当然按来讲，像底下讲哦，原来牙连係安辛苦的一个工作，除了人工啊，还有嘛？对牙连来讲最辛苦的还有嘛个呢？辛苦哈，冬天是最辛苦的。唔像啊，上年去合欢山，应该上学时间，唔看佢人係寒意嘛，係嘛寒咯。嗱，你下芝麻水響地板，我去水陰冷嘅。哦，嗰時候因為一年四季都有嘛。一年四季，所以啊，下苦有愛用愛牙連嘅。那您講已經落下嚟，嗱你想講下芝麻水響板，出差有寒意。一種艱苦啊，沒人可以想象到。真是，總係差唔多放喺一點鐘做唔到就再放喺降室溫啊。但係如果寒流入來啊，你會凍唔掉。哦。所以唔就講唔想象中你落雪，你起碼你水樣，嗰啲辛苦嘅，而起碼落幾點鐘咧，最難捱就係冬天啦，嗰種人凍唔掉。哇，觀眾朋友，當係總太哥給人介紹，讓大家講，哇，好食的牙連對種下去都舒適，咁冇簡單呢，讓人覺得喺睇水底杯吼涼涼輕鬆快，對佢人嚟講係唔咩呢，只咪下哦，歡迎來會使用。等下呢，還有更多精彩牙連故事，等下呢咯，休息下，馬上過來。上一趟我哋同總太哥嘅人介紹講，種牙連冇簡單哦，很辛苦。到底牙連底背還有乜個神奇，又係個辛苦嘅故事呢？我哋繼續來請教總太哥同余文姐咯。總太哥，頭先我哋有談到以前係學嘅嘛，我談講研發了一個超厲害嘅生物防治方法來種牙連，你可以同人太有個介紹一下好嗎？以前有喺學嘅，這個本身怪好雕嘅。嘛個嘅弄一條荷巴梨啊、水庫啊來弄一點。本身啊啲牙連啊嚇，用鐵牙水全部用鐵牙水做嘅，嗰啲槍，嗰槍會產生一個問題。唔點啊？荷巴梨啊，頭先講嘅上色，咁嘛會上色水槍。所以我種嘅牙連嘅水大蠻槍，所以上會多色。喺面度係以前荷巴梨嘅我識色。雕我會用蛇去雕嘛，男農你會識，你也會識，你超過，我就從事個表面是嘅太困啦，因為啲蛇哈，我冇法都該處理嘅，你愛水太強，冇法，都該這個吃啊吃，唔會差哦，輕有效果，還有個也可以就防止一種。蛇咩嚇？牙連裏邊還有一種腐鼠肉。那腐鼠肉做成係台灣農業大問題，送去腐鼠肉。多見係是模擬，而發都咁厲害。我本身嗰就雕一種5-6萬，你做成點買5-6萬？有大問題咪一種5-6萬。我用田螺雕，用真實的腐鼠肉嚟雕。我一想，創起呢，安尼創呢，要食一個田螺嘅。我一田螺我就驗來驗去很咯，咩我一面在表海食款啦，你哋食得香，因為也
伊迄伊肚脐，乃木米嘛迄东西必胜。伊迄生存还师傅伊贴切的。这个前因家一个米一定不开起来，所以那个时代啊，真实就有效哦。用南农里，不用玩那个条，全部不用海。从爱见啊，陆续爱还要种牙的盐啊，小朋友那个缝制，也个是爱即个想出来啦，土法炼钢啦。哇，真是怪厉害呢！安尼雕出一个心得来做一个生物方式。拄好去甲种的，可能爱在忙，唔知真有人讲雕的买不了这么好处啦。对啊。系啊，唔过像雅莲安尼，嗰种佢冇乜嘅品种系啊，有品种系如讲会本嘅蛇适合本嘅福寿螺生嘛，啊嗰种用一个生物防治就唔是杀药嘅，用安尼就安全吗？安全，哇，也大蛮安全嘅，大蛮安全又健康嘅香菜啦。真是一个好嘅丰富咯。因为这头头啊，我们有讲到野莲，可能介绍到野莲啊，雅莲其他嘅应用价值含前稳度呢？啊，到底雅莲有乜嘅应用嘅价值啦？我们有上网去查卫福部的资料哈，卫福部是说野莲它本身的膳食纤维很高，是高丽菜的2倍。那膳食纤维它的好处是什么？主持人知道吗？就是帮助人的消化系统。对，然后可以抗癌这样子。然后它本身的那个钾离子啊、钠、钙、镁啊、锌都有所以它有很多微量元素在里面，所以对身体很好。是一盘，全部应用都是的，全部都有尤其微量元素的地方可以补充我们其他食物没有的地方。按你来讲，雅莲应该算应该是甲光嘛，你是根茎类吗？雅莲，对，这个我要考你啊！你觉得它是根茎类？你会问这个问题？对啊，我就觉得它是根茎类，应该是光的呀。对啊，很多人都说它是长长的野莲茎，其实它是答错了。底下压呗吗？马妹压呗。它是农委会把它归类在蔬菜类。为什么归类在蔬菜类呢？因为我们吃的野莲其实它是叶柄。叶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吃小白菜，上面绿色，下面白色，像汤匙那个感觉有没有？啪啪感，大概就是叶柄。所以小白菜是蔬菜类嘛，对，小白菜。所以野莲它也是蔬菜类，因为我们吃的是它的叶柄，只是它叶柄比较长。所以它是蔬菜类。观众朋友，原来雅莲唔系根茎类哦，系其他蔬菜类，原来是咧其他光哦，唔系搞菜哦。安尼，原来我用的料理也给雅莲的，规矩人底下讲会用炒的嘛，用的料理，因为真可以同人介绍一下有冇个特别的步骤嘛？当然我们在快炒店的时候他们的火候比较大所以他们的方式是油下去爆香，加野莲，然后加米酒、加水、加盐巴那些这样，这是快炒店的方式。或者我们卢卡的火没按锅，没有这么旺，可能用是按油啊。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的方式，我们会油下去，然后爆香，然后会先加水，水这个时候加，然后盐巴啦，或者是硬酱啦，或者是破布子都这个时候加。加油跟油米丝的加去。好，然后这时候就算是滚油汤嘛，好，那个水滚了之后，野莲切断就放下去拉，差不多拉个10秒，就可以起锅了。按架，因为野莲它是空心的，如果你有去市场买雅莲你拿下来看，它是空心，像吸管一样，所以你差不多10秒、20秒，因为我们是滚油汤，里面有水嘛，很高温的所以你把它起来之后，它会继续吸水吸热，它会继续熟。对，所以这样是最清爽好吃的时候。那如果说你又把它，我听说有人怕它，因为它看起来好像不熟的感觉，好像是那个空心菜的梗那种感觉，所以我听过有人还用盖子把它盖起来。这个盖起来之后，如果你把它打开，你在锅子里面，你看，好了，可以起来了。所以起锅之后，它又继续熟，就会过熟，就会老又黑。原来安尼好多一个。除了安尼用炒的雅莲，还有吗？其他的料理的方式吗？有谈过中部的朋友，他们有那个卤味摊，几乎中部的每一间卤味摊都有卤野莲，他们都会有这个料理的方式有在卖。那像我们在南部这边我们美容镇上，我们常常会有炸野莲，也是切断。炸野莲是小朋友非常爱吃，如果你们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可以尝试这样。那这个做法我今天公布给大家，就是你用那个酥脆粉或者是热狗粉，加水去调了之后，野莲就这样下去炸就可以了，很好吃。如果是把像我们以前办这是演习的板中用，就演习，传统最好吃。你
本人还讲天妇罗，对，天妇罗就是这样的方式，很好吃。哦，哇，唐红雷都清好吃，清香呢。因为野莲它本身是没有味道的菜，是君子菜，所以很多小朋友他是不敢吃小白菜，因为有味道，不敢吃韭菜。可是很多小孩子对野莲的接受度很高，因为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像我在家里啊，我们小朋友，我也会把野莲做成野莲汁跟果汁，mix 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呀，安尼也做得的。安尼嘛做的啊，像我们桌上前面这个有水莲柠檬饮。哦，水莲加个雅莲加个柠檬。嘿。哦。恁安尼方人怎么会想到也咧加风来做一个果酱呢？好，因为我们有做一日农夫，一日农夫可以到我家来体验洗野莲、拔野莲，然后我们就会做这个果汁哈，本来是做给我孩子吃的，他们很喜欢，所以我也用这个果汁来招待我们来体验的朋友们，那这个方法很简单，今天也公布给大家。哇，根本你都卡一个独门料理秘诀，都公布出来。好，就是首先你把野莲就是水开了之后熄火，然后把它放下去烫个10秒、20秒就起锅，然后到水龙头底下去把它冲凉。冲凉之后，当然我们把它的头剪断嘛，就整把，也不用切，直接丢果汁机，加水，然后就把它打成汁，这样就是一个野莲汁。这时候的野莲汁是没有味道的哦。那你可以跟你要的果汁混在一起，比如说像我会做柠檬汁，那做好的柠檬汁就加一点野莲汁进去。那比如说我会做凤梨香蕉汁就加进去，比如说我会做苹果汁就加下去。这个因为它有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小孩子的一个肠胃消化很好。这个卢卡有给可以吃看他心，比如说有小朋友不好吃抢出来，如果可以吃，给他应用给他吃也通用，没有变化。对，哇，而且它不会去改变它本身果汁的味道。观众朋友，安尼卢卡有小朋友唔好吃抢出来，可以吃看他先哦，用野莲去煮熟的大果汁，糖红的迄个唔会差丰富的哦。安尼因为这还谈讲野莲也已经做无香样的产品出来，可以同人介绍一下，到底今个野莲有乜个厉害的产品好吗？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上市的商品就是已经有的就是水莲水饺，就是这个在超市还有百货公司有在卖。做一个水莲水饺，两个包装用你来丰富，你来讲，其迄口味有乜个无香样吗？一个是绿色的是水莲鲜肉饺，然后咖啡色的是水莲碧琪鲜肉饺。雅莲是安内我是希望说推广水莲水饺。你们不一定要跟我买，可是你在家里可以自己做，甚至说水饺店，你可以把这个成为你的商品之一。因为我们说那个高丽菜水饺啊、韭菜水饺，其实我们都已经很习惯吃了。你现在可以多一个叫水莲水饺，你可以自己买野莲，自己做水饺试试看。因为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没有味道的菜，所以你把它加进那个水莲，加进水饺的时候，底下料底不会有抢味道的，对，不会有炒的味道那种，小朋友是很爱的。比你韭菜水饺更喜欢，对。加种鸡肉亲有高膳食纤维，对，非常好吃，你可以自己做做看。那如果你不想自己做，你可以到超市去购买我们已经上市的水莲水饺。同时我们还有上市的，还有我们看到这边有化妆品。化妆品，雅莲也做得做化妆品。你等一下先问一下，要一包一包化妆品，黑毛嘅？一包一包要个面膜。面膜，雅莲面膜，它可以美白的效果很不错。因为雅莲本身工研院有研发，他有去研究这个野莲的营养价值嘛，他发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叫做杨梅黄酮。你知杨梅黄酮吗？给你东西不晓得。应该系算抗老化、抗氧化的这种。超。因为有那个嗰时候研发做个雅莲的面膜。对，所以是我们提供原料，然后由生技公司他们开发成这个野莲面膜，还有野莲手工皂，还有野莲的那个保湿的产品。还有精华液哦，精华液也全部用雅莲做的，全部用雅莲做的。哇，雅莲安尼细一光一条安尼雅莲，嗰时候都可以做出很多个无香样的产品。也给马来感谢我们的工研院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怎么给人会去来做一个研究呢？因为工研院它想要帮助客家庄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研究。那刚好就是野莲有这样的特质，也是很意外的。既然怎么会野莲居然会有杨梅黄酮这种
很特别的，所以他们就来做这个产品，很棒。哦，你看呢，哇，真厉害！而且这个是今年才上市的哦，今年当有诶。嘿，哇，我可能只看那些买的来吃看那些，系啊，哇，观众朋友，没想到雅典竟然很厉害呢，可以做料理，也可以做保养品哦。感谢两位阿哥同阿姐同我介绍，俺俩比较讲雅典很厉害。咱们休息一下，等一下见到精彩故事马上过来哟。头头认识的雅典可以做轻厉害的料理，也可以做轻特别的保养品。安尼雅典还有嘛个精彩的故事呢？继续来请教宇文姐咯。宇文姐，头头我哋介绍的时间啊，也谈到有咧轻特别的法图。按照一日农夫体验农夫，错冇？你对这个有兴趣？哎呀，谈到可以教一个一日农夫，错冇？错。到底几系做嘛嘅？可以同人哋详细介绍一下嘛？好，因为几多年吼，我好奇说个雅典用的房用的色，就最早就有一个学校，几多学校打电话本来讲做得带4年来教嘛，然后有大学生、有高中生、有小学生，然后大家应该要认识一下毛冲啊，听讲唔抵讲做雅典很辛苦，等下放上来唔系其他跟进哦，人家迄是其他广进的跟进的，青岛对雅典唔了解呀。所以最开始我是接学校的团体，他们来做一日农夫的时候哈，他们就是可以来这边体验拔野莲，好。然后还可以体验穿青蛙装去洗野莲哦。拔野莲是不能穿青蛙装的，是要整身就是便服下去的。怎么唔可以做嘅青蛙装？因为青蛙装只有到胸口这边而已。可是你拔水莲的时候采收的时候，你必须要整个人蹲下去，蹲到最底下，然后只剩一颗头部而已。骨下衣哦，爱骨下衣，爱骨下衣。从那个这么个骨下衣安全。因为本来水旱过程哦，因为俺标啊150公分以上啊，成功完过，所以溜啊水的溜啊水前的时间都将近一个左右，因为你话佢係咪夏天就洗，然後戶下一洗就該快洗啊，所以一層去洗也得年個好洗。嗰時候放風的時候，連頓幾下跟向下放風。放去洗也得你後班嚟洗，所以水啊，總係種啊貼切，兩方面人都可以拄好。冇像古董之家洗也得，你冇古董也做唔得啦。不過冇法度做嘅青蛙裝，人哋有嘅潛水裝可以做嘛？潛水裝做潛水衣嘛，上會溺水啊。錯㗎，佢有保溫嘅效果。我哋冬天啊，就做潛水衣。真實的啊。安尼個有嘅保暖嘅效果。係啦。除了頭頭人哋講嘅技能則體驗安尼採野蓮後背技能還有乜嘅法通嗎？好，就是體驗拔野蓮，還有穿青蛙裝。穿青蛙裝對於體驗洗野蓮的人，他們也覺得很好奇，因為青蛙裝穿起來那個效果就很不一樣。真是沒有工作過，冇做過，唔知道講做空來很用的。對，然後穿青蛙裝下水之後，因為那個水壓的問題，會造成青蛙裝你的腳、你的身體會有一些感覺。感覺用嘅感覺可以形容一下嗎？就是會有水壓會去壓你的腳，你的腳會覺得被那個青蛙裝，對，然後寸步難行，他們就覺得很尖叫，這樣他們很喜歡。然後下水之後還要負責怎麼去洗野蓮，就是要剪頭，然後要清洗頭部，之後還要順後面的，還要捏葉子，捏葉子他們也很興奮。好，然後還有就是我剛剛講的要甩順。甩順是最好玩的地方，因為也該有一些技巧嘛。對，也是他們覺得最興奮的地方。然後之後還要教他們怎麼襯野蓮啊，怎麼捲野蓮啊。捲野蓮是一件蠻特別的、蠻好玩、蠻療癒的那個事情。好，看來佢本來一把安尼啊，重安尼撈空來就變安尼一片。嘿。也係啦，做個順呢有一種療癒的感覺，做唔順就會清凹糟一點，一秒過老一毛老毛了。嗰時候一日農夫體驗技能都做一個對條都米，從採野蓮到包裝都本技能安尼一個體驗，知嘛？錯。安尼體驗，安尼摘野蓮技能最早一度點會開始摘野蓮啊？艾盧卡是6點就開始做的嘞，不過他們有那個遊客，他們都是9點10點到我家，所以早上也可以，下午也可以。
哦，啊，我说安尼，伊个体验的活动差不多一场的时间啊？差不多1点钟左右。1点钟，就做得来。1点钟都做得来。做得来。哦，安尼运用的报名咯？同来报名就做得来。都去送名都去请人咧。你可以上那个脸书粉丝页美浓水莲妹。水莲妹。水莲妹都1分钟，然后安尼请伊咧都可以来报名。或者是还有第2个方式，找美浓农会。去请给农会的。要有限制时间吗？1年4季都可以。我们大家都很欢迎你们。我有眼无限的时间无法都好接啊呢。眼无限妈妈归咖喱加标的活动，因为我在美浓乡下，其实没什么机会出去接触人群。可是如果有这些游客来里面玩，我觉得很快乐。或者1年也可以做得报名吗？我希望至少8个人以上。8个人以上当来报名，对你来讲够奉献。其实我感觉要个发动新神奇呢，你做要个体验嘛，像我冇体验过来参加一个应该很好奇。按照给游客来体验过的，有吗？给某相关的人家他们体验完有吗？给故事吗？好，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个美国人，她是一个宣教师，一个女生。外国人来参加一个活动哦。系啊。佢用底下讲，用嚟请人那个。伊嘛朋友介绍的。朋友带佢去参加一个活动。佢参加之后呢？因为我跳白，我来参加洗野莲、拔野莲的哈。洗野莲男生、女生、小朋友、国小、大学什么都有，唯独采野莲的，过去我接到的都是男生愿意下去采野莲嘛，对不对？好，因为他要全身只剩1颗头都要淋湿嘛，对不对？可是那是唯一我第一个接到说她是女生，她愿意下去采野莲，我很惊讶，对。原来他是美国人，然后他在美国的生活，他就是很喜欢体验这种东西，所以他是来体验采野莲。所以他下去采的时候，他也很兴奋、很开心，这是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之前都是接触男生采野莲。对。第一摆有嘅Samway，所以来教一个活动。对。除了有外国人，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外国人有来参加一个活动吗？比较常接到的是香港。香港。那香港他们朋友来玩的时候，他们会顺便把那个野莲水饺就坐飞机带回去香港这样子。还有按好也给冷冻的，没吃过的那个，对，特别。对还有我还接过一个团体，他是高雄参旅大学的，他们小朋友也很可爱。好，他们也是很喜欢体验各种水莲的活动，采野莲、洗野莲这样。然后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水莲里面有工作鱼，就五柳丸啊，那个有一些里马给，那他们竟然在采野莲的时候，竟然有小朋友抓到了无锅鱼。好老花讲蒙哪讲这个，可能有个摘野莲两个。因为有个冇可能的事情，有个冇可能轻轻的、静静的让你抓嘛，因为游来游去咩。佢游会轻脚啊。系啊。竟然抓到那只鱼！嗰陣嘅睇水門也挺懵嘅，撈一下都撈到。對抓到之後，我說那抓到之後，他說那抓到了怎麼辦？我說你就帶回去吃吧，不過你要負責帶回去，因為你可是你抓回去你怎麼辦？你要怎麼料理它？因為他才16、17歲。他說你要跟冇問題，我在餐飲大學，高雄餐旅大學，我們餐飲科的料理這個對我來講是小 case。所以他真的就把那条鱼带回去。这只鬼来做一个无锅鱼南洋街同个雅典的料理，今日有翕相本，可能讲料理。有他们有 po 在他们的那个 FB 上。你下一次可以讲一个料理可以教人，然后你讲也边都做的人都卡在独门料理，因为有多多有一个餐旅大学同人。所以小朋友来就是接这种一日农夫到我家来，我觉得每次都有很不同的一个开心的地方，我觉得很快乐。就不少大部分都是学生啊，一个外国的旅客啊，对，家庭的部分有来参加一个活动的吗？有啊，也有。我印象中有一个8个人，他们是就是家庭2、3个家庭，然后从花莲一路玩下来这样子。他们也是
因为在花莲那边他们也没有看过野莲的生长方式啊，所以爱米农世界一个贵穷也给搞也给雅莲用的菜。那他们来，他们也是小朋友有那个才小学1年级的，也是玩得很快乐。小朋友最好呀。对，特别是我们家还有一只狗，黑色的狗是拉布拉多的。哦，对，它也会下去野莲池游泳，所以他们下去洗野莲，我的狗就跟着他们下去洗野莲。哇，真的也给我亲天赋呢。总太哥，安尼听讲来啊，你头头有讲给雅莲系用生物防治嘛？安尼算讲来算，也算有机吗？雅莲也系讲有嘛个安全嘅认证嘛？雅莲呢目前係有做嗰種產銷履歷啦，全國係有唯做出來嘅。哦，印度卡係全國唯一有一個認證呢。產銷履歷。產銷履歷。一般咧做產銷履歷唔係點咩？現在食安問題安嚴重。配合政府嘅政策，雖然本身已經夠健康嘅，佢無農藥殘留嘅。嘅搶出來，問題是我哋不能夠播種一些，我們政府的聆聽，所以係要配合政府嘅政策，就用呢種可以代替嘅藥嘅條嘛，就符合政府嘅規定，所以係生產我哋雅蓮是全國唯一嘅產銷履歷。又安全，又冇農藥殘留的，反正就是政府有同把關有認證過的，4年都卡喺產品冇問題，5年都卡交稅去體驗也冇問題。哇，這才冇簡單呢，一個認證應該先有一個過程，讓有法度好生產嘛，吼。錯係，蠻辛苦的啦。冇安尼啊，他個會做。就係他的門檻高啦。這個要注意啊，就唔講冇曬網啦，有成功啦，真是這樣的。好彩有人來堅持，冇簡單。咁呢，唐嘅總太哥同余文哲嚟介紹，我哋底下講種雅蓮實在冇簡單。熱天嘅時節按熱熱，冬天嘅時節又寒啊威勢。今日也為到一本大家身體健康，今日也是申請了一個全國唯一的產銷履歷認證，好彩有今日嘅堅持，讓人能夠按好嘅雅蓮可以知道。咁呢，請感謝兩位帶來按精彩嘅故事，感謝兩位。多謝大家。哎呀，我大家有限來面農聊哦，主持人大家攏來面農聊下。請走來與人嘅聊。歡迎。好，觀眾朋友，我哋作為研究嘅，馬上聽頓老師紅雷同意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此嚟介紹，我係黃振祥，嚟到屏東縣長治鄉刺激導演屏東分會，一片係蔡先生，一片係潘先生。但下一個通再同觀眾朋友介紹呢，握拳蹲舉。握拳蹲舉係利用我哋呢眼神嘅壓縮來增加我哋呢身體嘅空間，幫我哋呢體長細長好運作嘅體效。今日我哋觀眾朋友，我哋呢兩隻腳同我哋共用打開來，兩隻腳平平。握拳蹲舉都係我哋呢卡拉下變鬆來。松樹拿行起來，啲燈空像吊彈弓一樣，我哋呢樹卡前頭，卡行起來，卡行來我哋天天的思維面放下去，壓縮我哋呢眼神，我哋呢微長的空間，送出去。對樹送出去，松樹放放起來，我哋再一次，我哋按呢時間係頭氣同氣頭出來，我哋送上去嘅時間，利用都市嘅空力量吸氣，樹放上去，我哋一寸一腳。幫我哋嘅眼神嘅空間拿長出來，
我哋放上去，看到下表上来，4月米放下来，我哋唔是旧嘅多個大海，也係利用我哋嘅眼神壓縮嘅空間，去頭送出我哋嘅樹拳頭，本我哋嘅拳頭有一種嘅力量，我哋下來嘅時節，我哋壓縮嘅時節呢，個像我哋吊頓東西綁唔得下咁樣。都市表上來，利用都市的空間，同我哋呢兩隻樹嘅拳頭送上去，也係我哋呢單舉離皮。要注意嘅地方，觀眾朋友我哋所要注意嘅地方呢，係我哋兩隻樹拿上我哋呢卡拉下，同我哋呢4月米放下去嘅時節，我哋冇古嘅按下，古嘅按下我哋會利用會撞到我哋呢大腿，我哋呢大腿肌肉出力嘅時節，會使我哋呢心臟一個緊張，心臟緊張都無法度表送我哋呢胃腸嘅個木頭。我哋主要兩隻樹卡上去來時節，我哋卡拳頭，我主要按嚟放下來時節，按樣嚟注意講，我哋放下來，按樣嚟力頭，那有法度放下來。我哋有個人講啊，我放下來，我哋按嚟會，要按嚟送出去，啊，按嚟放下來，要按嚟送出去，也係腰骨。我哋按嚟放下來係腰骨，我哋對腰骨親下來，要腰骨放上去。也講唔對嘅地方都講啊，我哋按嚟腰骨放下來，要腰骨睇，也係我哋肌肉嘅運動，唔係我哋重複嘅壓縮，按摩到我哋嘅空間嘅位，我哋一唱歌，我哋放下來嘅時節，我哋一樣嚟想辦法講，我放下來有個力頭呢，我想講我哋日常生活中，我哋打氣茶後門嘅時節。我哋呢氣茶有個後面門，後面門打開來扭開來，我一樣嚟推放下來，有個力量。個力頭呢，就會從我哋放後面門，有個重量，用我哋呢眼神放下來，放下來時，我一樣表上來。佢見啊，都我哋呢卡拉下表上，兩隻腳撐上去，向底下向天呢下攬上去，都我哋呢兩隻手都撐上去嘅。對我哋呢放嘅時節，一個力量，我哋想講啊，我哋拿一個重量撞下來，用眼神嘅力量放下來，再用眼神扶牆。腰骨、兩骨一節一節送上去，送喺多數。當我哋呢拳頭響，我哋呢拳頭卡出來時節，我哋係利用我哋呢拳頭係重量，綁對我哋呢兩骨，壓縮到我哋呢皮層。天天嚟送上嘅時節，喺我哋呢卡得下邊送，因為我哋呢皮層。係我哋嘅淋巴最大嘅運作工廠，所以我哋利用我哋卡拳頭嘅壓縮呢，來按摩到我哋嘅皮層，俾我哋嘅皮層呢，伊嘅淋巴運作好運作來受到運送到我哋嘅胃腔。當我哋嘅胃腔呢，而那有一種嘅分化，我哋呢個胃有需要嘅一個胃腔嘅酶氣候，而那嘅運作我哋嘅胃腸，所以也個動作係主要嘅呢，係嚟按摩到我哋嘅皮腸，也冇少講安尼嘅，我壓拳頭呢，壓拳頭有一種嘅重量我哋吹下來時節。
我哋咧龍骨睇咧下邊上，龍骨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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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上去，也係一種嘅我哋咧皮創嘅按摩。皮創伊本身唔係痛，係靠我哋運動，我哋靠運動來按摩到我哋咧皮創。我哋咧皮創嘅淋巴，伊嘅水哪會行？水我哋咧全身攏有淋巴吼，淋巴水伊唔係停通，係靠我哋運動來流通我哋咧淋巴嘅水，淋巴水人講皮創。喺我哋淋巴總公司，我哋咧皮創唔好，會造成我哋全身嘅顏色都有一個問題嚇。更加人都係我哋咧生活壓力太大，初上我哋咧木頭，胃嘅木頭。講我哋嘅淋巴木頭，佢無法度好好嘅運作，也嘅一個地方嚇。點解哋也嚟天天嚟做，也無結，也無嘅嚇，唔會清健壯。本我哋嘅人生咧，順順咧，一節一節變上嚟。做嘢呢，主要我哋顧下去嘅時節，我哋那漂啦下邊上都好嘅，唔好顧喺貼下，顧喺貼下呢，會用到我哋大腿嘅肌肉，所以我哋要注意嘅地方係點樣？我哋一嚟運作呢，我哋人生嘅空間都會慢慢嚟打開嚟。我哋呢，胃腔嘅膜呢，同我哋淋巴膜呢，都慢慢嚟變鬆。我哋脾臟嘅淋巴液、淋巴水，要靠我哋一下一下，按嚟運動，按嚟按摩，送我哋嘅淋巴水到我哋嘅胃腸和我哋嘅全身，做一個消炎嘅動作。其他觀眾朋友聽到我哋做一下哈。觀眾朋友，頭到我哋所做呢係握拳蹲舉，希望觀眾朋友好好嚟做，我哋下一次拿嚟聊。